再来看缅甸的领袖翁山苏姬呢，是长期予军方甲控制。昨这缅甸的军政府是真罕行公开翁山苏姬的相片，讲是伊81岁做生日，也阁有甲红十字会代表见面所翕的。这嘛是翁山苏姬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头一届公开甲外国人士来见面。 缅甸军方支持的政府8月初3宣告翁山苏姬迄天伫首都奈比多甲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见面，了后就公布4张相片做证明，其中2张相片会当看到穿缅甸传统服装的翁山苏姬伫一间装潢真简单的房间内甲德巴克见面，另外2张相片放射是翁山苏姬今年6月19庆祝81岁生日所翕的。 红十字会伫官网证实，确实有8月初3这场会面，也毋过具体内容、健康检查的细节，也有关押地点，为着保密原则，拢无对外公布。这是自缅甸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头一届甲外国官员，也是国际组织代表进行公开正式的接触。联合国对这项进展表示肯定。We welcome this development and reiterate our call for the swift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l those arbitrarily detained. As a fundamental step towards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a credible and transparent political process. 翁山苏姬的后生住伫英国伦敦的金阿里斯，长期即支老母是生也是死。伊讲2当半进前收到翁山苏姬的批了后，就拢无消无息，公开要求缅甸军方提出证据，证明伊的老母还阁活咧。伫咧初3的相片公布了后，互伊了放心。They couldn't divulge too many details about the meeting, for obvious reasons, but She did seem to be in good health, and I think also in good spirits. 这届见面的时间点也特别受到外界的关注。缅甸军政府领导人现任的总统敏昂莱有在8月初6访问泰国，甲泰国总理阿努廷会谈。泰国进前一直希望会当甲翁山苏姬见面，也真侪个表态愿意加强甲缅甸军政府的接触甲对话。翁山苏姬已经是缅甸政府争取外界支持的一粒基里啊。 缅甸军事政变了后，翁山苏姬互人指控贪污、煽动、违反国家机密法等10多项罪名，累计互人判33档的有期徒刑，了后有3届的减刑。关押地点也对监狱转做是居家关押，也毋过国际社会甲家属也是继续呼吁军政府应该量早无条件甲翁山苏姬放出来。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